来关心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号最近是出现伫西太平洋，引起附近的国家拢在关心。咱国防部嘛监测到中国军机有66只，其中有56只飞过海峡中线，而且阁有7只军舰配合山东号在进行联合演训。咱国军嘛阁再公布，咱 F-16V 锁定中国歼16战机的画面。总统赖清德是强调，咱会继续强化咱国防的能力，嘛会加强和民主国家合作。中共相关对台威胁，中共航舰山东号突破第一岛链，伫西太平洋出现，国军持续掌握伊的动态。在伊发布查到强机66台，其中56台飞过海峡中线，侵扰北部、西南甲东南空域。国家7只军舰配合山东号进行联训，国军严密掌握伊的动态，嘛公开 F-16V 利用狙击手先进飘定叶窗，锁定歼16的画面。主辅战机近期配合山东号航舰执行远海长航海空联训的一个情形。那么今天配合动态的公布，我们就有公布国军去监控中共歼16型机以及轰6型机的一个状况。那歼16中共轰6轰炸机的画面嘛公开，这是伫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了后，国军搁再公开强机影像。外界解读，国军除了让国人安心，嘛向中共释放消息，咱方有强大监控能力。台湾会持续强化国防力量，加强跟民主国家的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当他来执行这个对台的这个军事这个任务的时候呢，他的航舰打击群呢，在这个西太平洋位置，这个模拟拒止美军的这个航舰打击群要来这个介入这个干预这个台海的战事。中共有73只军舰对台形成3方包围，以及山东号伫西太平洋活动。学者研判，中共以演代训，演练封锁台湾，嘛反制以美国带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装甲武器标称飞弹飞过夜空击着目标，国军7、9至12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联用操演。照明弹照光宝丽山，国军伫暗暝进行各种机枪飞弹等武器的射击训练。袂歹啊，三军而且拍爱训练啊，你无训练是。他有一个基本的功夫啊，对不对？那其实爱训练呢。未来可以增加无人机的防治，例如说在保利山这里用无人机当靶机，那测试干扰，或者是说硬杀用火力把它击落。这些是可以考量放进去。伫联用操演了后，伫要上场的是年度上重要的汉光40号演习，是历年上瓦劲实践的一个演习，持续强化国军的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